你的话给了我勇气，你的理想我追齐，你把血洗进我生命，是你，是你，是你。耶稣是我的喜乐，我的满足，我的诗歌。耶稣是我的丰盛，我的饱足，我的医治。耶稣是我的山寨，我的盾牌，我的爱。I never let you go。恩典充满我的生命，爱让我不会畏惧。信心是我的找应许，是你，是你，是你。你的话给了我勇气，你的理想我追齐，你把血洗进我生命，是你，是你，是你。耶稣是我的喜乐，我的满足，我的诗歌。耶稣是我的丰盛，我的饱足，我的医治。耶稣是我的山寨，我的盾牌，我的爱。I never let you go。耶稣是我的喜乐，我的满足，我的诗歌。耶稣是我的丰盛，我的饱足，我的医治。耶稣是我的山寨，我的盾牌，我的爱。I never let you go。I never let you go。I never let you go。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座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我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天父你同在，使我灵安息，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倾听你声音。耶稣来亲自带领我生命，每个决定，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我把自己全然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无担和重担
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跟随你心意我愿意。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神，一起鼓掌哦。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的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神说要有光，世界就
后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儿女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使我苏醒，看见应许，跨越与你对齐，突破黑暗，将不再隐藏，生命因你发光。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你的话语使我苏醒，看见应许，跨越与你对齐，突破黑暗，将不再隐藏，生命因你发光，因你发光，因你发光，因你发光。充满我的生命，爱让我不会畏惧，信心是我的照应，许是你，是你，是你。你的话给了我勇气，你的灵向我吹起，把血洗净我生命，是你，是你，是你。耶稣是我的喜乐，我的满足，我的诗歌。耶稣是我的丰盛，我的饱足，我的医治。耶稣是我的山寨，我的盾牌，我的爱。I never let you go. 恩典充满我的生命，爱让我不会畏惧。信心是我的照应，许是你，是你，是你。你的话给了我勇气，你的灵向我吹起，你把血洗净我生命，是你，是你。是你，耶稣是我的喜乐，我的满足，我的诗歌。耶稣是我的丰盛，我的饱足，我的医治。耶稣是我的山寨，我的盾牌，我的爱。I never let you go。再一次哦，耶稣是我的喜乐，我的满足，我的诗歌。耶稣是我的丰盛，我的饱足，我的医治。耶
耶稣是我的山寨，我的盾牌，我的爱。I never let you go. I never let you go. I never let you go.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跟随上帝的心意来唱这首歌。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座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上帝啊，我们把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都知道有你会陪伴着我们。天父，你同在，使我灵安息，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倾听你声音。耶稣来亲自带领我生命，每个决定，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感谢上帝，你的话语大有能力，是我们在困境时候的帮助。我们渴求你透过任何形式告诉我们你的旨意，还有对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的生活中有你，生命有你，也一辈子跟随你。现在我们要开始聚会，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是有罪的人，是软弱的，但你却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爱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想像所罗门一样，向你求智慧和聪明，专心找寻你给我们的真理、智慧的话语。智慧胜过金银财宝，那是生命的智慧，是上帝的真理。求你使我在智慧上富足，在聪明上丰富，好叫我在各样的情况下能够见到你的真理。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并且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帮助我们可以做对的选择。只因我在面对每一个困难问题的时候，都有从主而来的聪明智慧、能力，将主的话刻在心里上面，遵守你一切的教导和命令。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把按自己的心意奉献献给你，求你悦纳，也求你使我们常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好，在报告之前，我们有新朋友，是不是？是我们萧黄姓的朋友，你要介绍一下。不好意思，来，你介绍一下。我叫佑颖。对，好，欢迎，耶！欢迎佑颖常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看周报。来，今天是父亲节感恩礼拜。好，那我们教会有准备礼物送给每一位父亲，我们请父亲站起来。啊？哦，拿。好。父亲哪里？哎。父亲节快乐！耶！好，大家回去记得跟父亲说父亲节快乐 ，I love you。愿主的荣光跟冕旒戴在我们父亲的头壳上面。好，我们来看，第4点比较重要。我们8月13下个礼拜要举行本年度第4次圣礼典，有想要受洗、坚信礼还有转入会籍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向牧师报名。那下主日也是要跟主一起同坐席，请教会陪餐者，我们要预备敬虔的心，一同来领受圣餐。好，然后下礼拜有很重要的是，我们主日礼拜结束后，我们会召开临时会员合会，所以你是在籍会员的名单已经在下面公布栏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如果你不方便出席的话，那向小慧来请假。再来很重要的是，我们青少年团契8月19到20号举办夏令营。在桃园，费用是2000元，报名的举手。好，还没举手的赶快去报名。好，知道哈，没有举手赶快去报名，然后赶快邀约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参加，真的很棒。我20年前参加过，很不错。对，从高空跳下来，好开心，身心灵得到很舒畅的感觉，而且你会在那里2天1夜会有很好的团契生活，非常棒。我们可以像辅导、定心和子瑜一起来向他们报名哦。一定要记得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好，来看肢体消息啊。那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团契消息也很重要。那个琴社，因为我们2堂里面会有琴社团契的聚会，主题是秀瑶老师，主题是沟通情绪管理课程。如果你非常需要，一定要来上。好，在8月27号上午9点45。再来肢体消息很不错的是，我们恭喜我们的吴伯彦弟兄那位同学，吴伯彦弟兄，他跟罗心如姐妹。他们在8月1号生下他们的儿子了，愿主的恩典跟慈悲随着他到一世人，保守他一生行在平坦的路上。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奉献的明细大家自己来看吼，有问题的来向我们会计订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圣经的经文是记载在箴言第4篇1到9节。谢谢 PPT 好，谢谢你。好，我们一起来读哦。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今天牧师要的题目是传家之宝。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箴言哦，箴言对于初信者来说是很好入门的，在圣经66卷经文，是66卷书里面是对初信者是最好入门的一卷书。因为箴言里面没有太多需要特别去研究的历史背景文化。好，比如说我们之前才读过的哥林多前书，它有它属于它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可能要稍微去研究一下，才比较能够理解，到底上帝透过哥林多前书要对我们说什么。好，但是箴言里面没有这些历史背景文化，那它也没有箴言里面也没有一些很艰涩或者是我们没有听过的一些人名地名，比如说在更早之前我们读的约书亚记。包括像士师记啊、列王记啊、历代志那些很多的人名地名，可能我们都没有听过。好，那箴言里面呢，也几乎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它对于初信者来讲，甚至于非基督徒都是很好入门的。好，如果说你要让他了解说，你们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可以介绍箴言给他读。好，那基督徒之所以要读箴言呢？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充满公义、公平、正直的社会，这也是上帝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当中。那一切的基础，我们要去打造这个社会的基础呢，就是要敬畏上帝。所以在箴言的前面几篇，我们最近的读经进度有看到很多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敬畏上帝这个字眼，因为敬畏上帝是一切知识的开端。今天我们读的这篇箴言，它有3个世代，我们看一下那个 PPT。好，第1、第2节呢，就讲到众子啊，要听父亲的训诲，留心得知聪明。其实从第1节就跳了2个世代，一个是小孩，一个是父亲。好，一个父亲说：“众子啊，孩子们啊，你们要听我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为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所以第1节、第2节我们看到一个爸爸跟小孩，好，然后第3节呢，这个父亲话锋一转就说：“我这个父亲呢，我也有父亲啊，我在我父亲面前也是孝子，我在我母亲的眼中是独一的娇儿。那我的父亲，第4节前面，我的父亲教训我说，所以从第3节到第4节的前面冒号的前面，就是这个父亲一个转折，他在讲到说他的父亲。”所以我们发现有3代，好，从第1节、第2节到第3节看到第4节有看到3代了，对不对？有发现吗？可以啦吼，应该可以反应得过来哈。好，然后这个冒号后面，第4节的冒号后面呢，就开始这个父亲就开始回忆当初他的父亲所教导他的这一切。好，然后就巴拉巴拉巴拉，从第4节的后面一直到第9节，就是父亲的父亲所教导给他的，然后这个父亲呢，在他的一生，反刍思考整个一生的过程当中，他又把他父亲的东西教给他的孩子，所以有3祖父子，祖父孙，就是3代，好3代。好，一位父亲他之所以这么迫切的教导他的孩子，显然是出自于这位父亲过去所经历到一些惨痛的教训。我想大多数的人对于自己过往那些不堪、不为人道，或者是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回忆的那些过去的错误或失败，我们都很想怎么样？很想把它从我们的内心的记忆里扫地出门。我当初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受不了。
我当初怎么会如何？很想把这些事情都丢掉，通通丢掉。可是很奇怪啊，这些有些负面的记忆哈，就好像那个吸盘要吸住了这样，拔不掉，要拔掉很难呐。很多过去那些我们很想丢掉的回忆，却其实一直都深植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 OK 了，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很会伪装自己。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开始变得会伪装自己，感觉上自己都过去了，我成长了，我成人了，然后呢，我非常成熟，我是非常成熟稳重的人。殊不知自己的内心还有许许多多过去的阴影存在。父亲的过往，特别是那些不堪回首、已经埋在记忆深处的往事。什么时候会容易浮现出来？就是在我们的孩子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的孩子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我们心里那个埋在深处的记忆又一样一样的挖出来。会想说，好，比如说博彦、可晴嘛，好，可晴这么可爱，对不对？但是也有很让人伤脑，哎，才说曹操就到。好，就是可晴就进来，果然不能在人家背后说好说歹这样子哈。啊，可晴一定也有惹父母很阿杂的事情的时候啊哈。那博彦可能他会听他的爸爸哈，比如说五郎长老想说你以前就是像可晴这样子啦，哈怎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的过往都会随着孩子的成长，好一样一样被掏出来啊。那一位敬虔的父亲绝对不会想让子女遭受同样的痛苦，因此父亲的训诲，我们讲说父亲的训诲啊，一位父亲对他孩子的训诲，一定是用这位父亲他一生的血泪所换来的。父亲对我们的训诲，其实是用他一生的血泪换来的。他的训诲可以说是他的血泪史。这父亲正用他生命，用他的一生的精力在守护他的孩子。父亲特别迫切希望孩子能把他所说的一切，他浓缩父亲一生生命的精华，浓缩在他的训诲里面。他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听了就照这样去做，这样去做就是透懂的啦，没问题啦。你就照按呢去做吼，绝对是平坦的路，就是很平坦的路铺在你的前面。这是每一位父亲对孩子的心意。他盼望用他过去那些惨痛的经验，就是好像铺红毯这样子铺过去，然后孩子就走在上面，也可以跳，跌倒，就算跌倒了也不会痛这样子。父亲希望孩子能在孩子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能够认定上帝，因为上帝必使他的道路平直。历世历代的父亲都是这么样的盼望，但是我们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儿女，那些父亲也是曾经从小到大的嘛，哈。上帝的儿女始终敌不过世俗的诱惑，他们虽然明明知道哪条路才是正路，哪条路才是平坦的路，但是呢，总是在上帝跟世俗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没有办法持守上帝的话，也没有办法遵行他的道路。他们失落，在整个旧约时期失落了公义，孤儿寡妇没有人照顾，因为每一个人都自扫门前雪，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每一个人都是胳膊只向内弯。好，胳膊向内弯听起来很正常，也很理所当然，但是在公义的时候，在上帝公义的呼吁里面，其实不是这样。我们不只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那很多人呢，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交友的过程当中，宁愿得罪看不见的神，也不想得罪站在眼前的这一个人。如果我们的朋友跟上帝的所教给我们的真理有一些抵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退而求其次啊，好了，那就随你吧。可是其实我们内心知道这是违背上帝心意的，可是我们宁愿得罪上帝，上帝看不到啊，上帝太遥远了。然后呢，我们为了维持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宁愿得罪上帝。
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也是这一些父亲他们从小到大整个过程当中惨痛的教训。那如今呢？如今我们从父母那里来领受的教训是什么？如今我们从父母那里领受了什么？我们又汲取了什么？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不是很清楚，我们可能好父亲教什么，我们就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哪些要，哪些不要。可是今天不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那个标杆，成为我们心人的那一把尺。箴言可以，至少箴言可以告诉我们哪一些，如果我们父母教给我们的跟箴言有所抵触的时候，我们要如何面对？照单全收吗？好，我想这是我们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哪一些该剔除，哪一些又应该保留下来？我想市面上有许多教养的书籍，我们所看重、所要认真放在心里的又是什么呢？特别有一些已经结婚的，好，然后甚至有小孩了。我们不管是各样的成长书籍呀，好，比如说以前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些很多的参考书嘛，教我们怎么读书、怎么考试。然后等到我们就业了以后呢，有一些书又教我们怎么样去人际关系，好，公司同事要怎么升迁，然后又一些证照的考试，又是一堆书教我们。然后等到我们要谈恋爱，可能也有一些跟谈恋爱有关的一些书籍，非常的多的书籍。走进书店，很多的智慧在书店里面，但是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所看重的是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吗？没有错，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确很重要，但是我们思考判断的那一把尺是什么？那个标准在哪里？那个标准当然是我们的圣经，当然是箴言。那还是说我们要培养自己有赚钱的能力吗？有赚钱的能力也很重要啊。好，做工得工价，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甚至我们还要回馈给这个社会。但我们所赚取的是不是不义之财？在我们整个赚钱打拼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会因为贪图一些利益，贪图一些好处，然后呢，把上帝的标准丢在一边，把真理丢在一边。今天的经文第6节、第7节说：“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庇护你；要爱他，他就保护你。智慧为首，所以要获得智慧，要用你一切所有的换取聪明。”天父上帝借由过去历世历代的那些父亲所遗留、所累积的经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箴言。这些箴言都是历世历代的父亲他们的经历过的，然后用上帝的话做标准，遗留下来给我们非常宝贵的资产。透过这样子的，透过箴言，上帝向我们启示了智慧，真正的智慧。这样的智慧能摆脱我们，让我们摆脱那些不合神心意的观念，帮助我们即使在迷雾当中，依然能准确的辨明方向。如今这个智慧人不断的在向我们喊话。箴言前面都有讲到说，智慧站在街市上向我们呼喊，向我们招手，来呀，你们要来听啊，你们要来听啊。我们的智慧就摆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的圣经，甚至借着圣灵是刻在我们的内心的。如果大家对箴言不是那么的了解，好像不是那么的熟，请你们务必一定要好好的读箴言。好，趁这个机会，趁我们读经进度有读到箴言的时候，好好的把每一句箴言都读出来。如果可以背诵，当然最好。我们是否愿意换取这个真智慧，而放弃一些既得的不当的利益？还是会为了眼前各种好处，把智慧丢在一边？在这个时代，大家都为了生存使出浑身解数。我们都为了生存使出浑身解数，从孩子的一出生，就在为他的未来在铺路。博彦走了，像博彦可以看见，可晴在出生，凯华嘛，哈，
凯华也在这边，好，小赖盛燕，好，盛燕在这边。我们都会为我们的小孩的未来开始在设想，要给他学什么，要给他送到哪里去等等之类的，甚至于在还没有怀胎就在担心资源不够，我自己都喂不饱了，我自己都没有办法顾好我自己了，我还要顾小孩吗？不可能的代志。所以现在少子化非常的，这是一个趋势，在全球都是一个趋势。殊不知人类最大的敌人，这少子化最大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就是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每时每刻就像咆哮的狮子，暗中埋伏，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撒旦的伎俩是什么呢？他常会透过世间的人事物，诱导我们去看见自己不足的地方。他会让我们看见自己不够，让我们对上帝信实的供应产生疑惑。上帝应许我们说，你们要的，我都会给你们，都够用的。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上帝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这么强有力的应许，可是我们常常因着撒旦在我们心里闹一下，说啊不够了，你这样不够啦。人家的小孩都有学什么钢琴，你的小孩没有学，这样子不行，以后那个要升学的时候会有困难。你的小孩才读到才只考不到公立学校，考不到什么台清交成证啊！你这个小孩以后没望了，你要赶快从小给他补习，以后就只能台清交成证出来的才有出息，不然的话就没出息。好，这样子的一个，常常我们会被引诱去看见自己的不足。我们就很害怕我们自己，甚至我们害怕自己，不只是自己，也害怕自己的孩子以后会被淘汰，会被比下去。于是我们对教养一个孩子充满焦虑感，焦虑不是现在的文明病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喜乐的心，因为我们充满焦虑。我们对自己充满焦虑，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也充满焦虑。魔鬼撒旦还有什么伎俩呢？他又会激起我们贪婪的欲望，他让我们对上帝的公平产生疑惑：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呢？魔鬼撒旦还会试图让我们看见自己很卑微的地方，会让我们激起我们的自卑感跟羞耻的心，让我们对上帝的怜悯跟慈爱产生动摇啊！就像亚当夏娃他们偷吃善恶果之后，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哦呦，好丢脸哦，觉得自己好丢脸，然后呢，自作主张，就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羞，多此一举，根本不必要。你以为遮了上帝就看不到吗？你以为遮了就自己就不知道自己是羞耻的吗？魔鬼撒旦非常多的欺骗，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身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境况里面，只有上帝赐下智慧的话语，能保守我们做正确的判断。唯有上帝所赐下的智慧，能帮助我们在劳碌糊口的同时，还能充满平安跟满足。如今我们承袭了上帝所赐下智慧的传统，就是箴言，还有上帝的一些话。以至于我们要放在心里保留下来的，到底是那些来自于魔鬼撒旦在历世历代的谎言跟咒诅，还是我们要立定心志，把这些咒诅在我们这一代打住？或许我们的父亲常常拿我们跟别人做比较，或许我们的父亲，因为今天父亲节，所以才很父亲了哈，我没有性别歧视哈，父母哈。我们的长辈，或许我们的长辈常常告诉我们：“啊，你这样子不好了，不足。”这样的咒诅，我们还要继续把这样子的垃圾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吗？如果我们继续把这样子的咒诅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传下去的也是这一些咒诅跟垃圾。当我们的长辈可能告诉我们说：“啊，你真是不好啊，你就是要被淘汰的人啦。”
然后这一些东西让我们产生非常大的自卑感跟焦虑，我们还要继续让焦虑一直残留在我们的心里吗？残留在我们的生命中吗？难道我们曾经经历的，或者我们看到他人的以及一些长辈的教训还不够吗？难道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只局限在自己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事实吗？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只局限在自己手里可掌握到的资源里吗？看不见的信心才是信心，看得见的就不是信心。不用，因为你都已经掌握了，你还要信心干什么呢？就是你无法掌握，我们才需要信心啊。在旧约时期，那些上帝的儿女或许无能为力，他们对于摆脱魔鬼的纠缠无能为力。但如今我们不能再替自己找借口了，我们不能再替自己找借口说，都是因为我老爸老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才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临到我们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把我们从那个咒诅的里面给救拔出来，给拉出来。我们要跟那些咒诅扯断，划清界限。我们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能啊。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已经斩断了那些咒诅。在箴言书第9章第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得着真智慧，必须从敬畏上帝开始。如果我们没有把敬畏上帝，没有办法把敬畏上帝这件事情内化，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么我们所拥有的智慧都不是真智慧。如果我们没有先敬畏上帝，即便我们的箴言可以倒背如流，即便我们的圣经可以从头到尾都解释得非常的头头是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敬畏上帝，没有用敬畏上帝的心在读圣经，都是虚空啊。我们刚才讲到的书房有很多的，书店里有很多的智慧，像网络媒体有非常多有智慧的人的言论，很多博士，很多圣贤人士好了，孔子、孟子，我们读的一些圣贤，论语啊什么的，那些都很好啊。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用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去阅读，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移转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我们会把那些圣贤，所谓的圣贤，跟那些书籍的作者，我们会把他们当作偶像，把他们所说的话深深印在自己的心里，然后我们会照着这样去做。我们对他们所说的一些信念，我们坚定不移，然后我们就会慢慢觉得，会忽略说，其实好像也不需要来教会嘛。因为我在书店，我可以获得很多的智慧啊，获得很多的知识啊。Google 什么什么没有，什么事情问 Google 大神，他通通告诉你，多方便啊！如果我们没有用敬畏上帝的心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会忽略一切的智慧，不论是书局里面那些作者他们所成立的那一些，还是网络上媒体上的，我们会忽略那些智慧都是来自于上帝，而且其中还有很多是跟上帝的心意违背的，跟上帝的应许违背的。这是我们需要真智慧才能去辨别，我们到底要吸收的是什么，我们到底要摒弃的是什么。世间的智慧我们不能照单全收，唯有上帝的真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去辨别。在一次的社青聚会当中，有一位青年有分享，好，我待会讲的时候，他应该就知道他是谁，我在说谁。自从在他的心中确实有一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也就是我们的上帝。当他有一天他认定这一位创造的主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他所吸收的那些知识智慧，全都指向上帝啊，全都指向上帝。因此，他对上帝开始产生了敬畏之心。他分享说，在他过去，他还没有这样子的确定的时候，礼拜天嘛，礼拜六、礼拜天哦，有时候聚会来教会，他的一些朋友都会找他出去玩啊，哈，他就会觉得来教会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然后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他的朋友，
好，就只好说啊，因为我要陪我妈妈来教会了，所以没办法，我就只能来教会了这样子。好，就这样子跟他朋友，他不想得罪朋友嘛，好，但是又很心有不甘的，也不能得罪上帝，好，因为看在妈妈的面子上这样。可是当他开始懂得知道，他开始心里苏醒了，上帝让他的心苏醒的那一刻，那一刹那，他敬畏上帝，因着他对上帝的敬畏，他就决定，他也坚定的就直接跟他那一些好朋友说：我礼拜几我要聚会，我礼拜天要参加礼拜，这几天你们不要来找我，因为我要去教会。他就很直截了当的跟他的朋友讲，他不会再害怕被朋友白眼，好，也不会害怕因为这样子，然后朋友就离开他，因为他把上帝放在他生命当中的首位。在生活当中，常有许多包装华丽的人事物，在不知不觉引诱我们消减对上帝的敬畏。我不知道在大家是不是现在有让上帝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还是三不五时的？我们在请客的时候，那个主人都要坐首位嘛，好，最中间，然后面向外的那个位的首位。大家是不是常常让上帝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还是呢，碰到某一些情况，就是上帝，你先让一下位好了，这个位置不错，好，你先坐那边。首位呢，我先让，可能我的另一半先来坐一下，因为我今天我的另一半呢，我要去。让他开心一下，所以上帝你先站在旁边等，好，我先让我的另一半坐在首位，或者是上帝你先在那边站一下，我让我的孩子坐在首位，或者是当我们有赚钱机会、有赚钱升迁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让上帝说：上帝啊，你先转过头去哈，你先到外面去游览一下，你先不要把首位就让给那个晋升的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上帝固定的、稳定的就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稳定参与礼拜、参与聚会，就是敬畏上帝具体的表现。这样能帮助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持守遵行上帝的话。不论你现在参与礼拜是抱持了怎么样的心态，务必要调整自己，秉持对上帝的敬虔，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在礼拜中要高举他，拥抱他，并且渴慕他。上帝是爱，上帝是值得我们去爱的。他有权柄有全能，我们要敬畏他。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爱他，因为他也爱我们。就像我们对我们的爸爸、对我们的父亲，我们有的时候也很敬畏。像我爸爸是军人嘛，对不对？从小他就是一个扑克脸，他不是故意要扑克脸，因为他职业病就是扑克脸。好，其实对他很敬畏，但是呢，在敬畏的同时，我知道他爱我。好，我也知道说，他虽然军人的身份比较不常常说一些赞美啊、肯定啊、鼓励的话，但是在他很少就是话语很少的过程当中，他蹦出个一两句对我的鼓励，我就会觉得哇，就会得到很大的帮助。这样，就是那个爱与敬畏是同时的。第4章的第9节，今天的经文第9节，如果我们常常维持的一个敬畏的心，他必将恩惠的华冠加在你们的头上，也把荣冕赐给你们。今天是父亲节，感恩礼拜，我们的父亲到底教了我们什么？那在上帝的智慧里面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把父亲的训诲怎么样的留在我们的内心里？如果我们父亲教导我们的不符合真理，不符合上帝的应许，那我们需要把它挪除。如果我们父亲教给我们的是符合上帝的真理跟应许的，那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不符合的地方，牧师不是说要你们去挑战你们的父亲，好，而是用温柔坚定的心，常常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跟父亲沟通，因为父亲他也在成长的过程。包括牧师，很多时候我也愿意，我只能说我愿意
接受孩子对我的挑战。但是呢，子瑜、子群、子爱他们常说：“妈，你那样谁敢跟你讲啊？都很怕被我骂这样子，很怕被我凶。”我就说，我心里是愿意的。虽然我的肉体有的时候，当你们在给我下暂停的时候，我可能会一时我需要去上谢瑶老师的情绪管理一下这样子哈。父母也是人啊，牧师也是人啊，我们都有我们的限制。当然，当我们被挑战。被孩子用真理来挑战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帮助，帮助我们可以转向更好的那一条路，而不会执迷不悟啊！这是你们这一个世代可以做的努力，但是不是说要你们去跟老爸呛声，老爸你安尼就是不对，老爸你怎么这样讲，不是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有智慧怎么样跟我们的父亲沟通？那未来我们这一些可能也成为父亲的人，我们要随时接受孩子的调整，我们也要小心的我们要遗留那些焦虑不安给我们的孩子，还是遗留上帝坚定的应许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传给他们什么？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放在心里深深思考的。我们要遗留给他们财富吗？想想在福音书里面有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那个财主的结局非常的凄惨。我们要铺垫孩子的社会地位吗？上帝借着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玛利亚的颂歌里面有说，上帝要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学习赚钱的本事吗？人若赚得全世界，如果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真的要用上帝的话，用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要从我们开始，要斩断那些历世历代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一些咒诅，一些让我们焦虑不安、让我们惶惶不安的那些东西，我们要给它拿掉。如果我们所领受的不是真智慧，就绝对没有办法斩断那一些诅咒，我们就没有办法斩断那些遗留下来的诅咒。我们再说一次，我们不要再把自己的父母拿来当借口，因为上帝的智慧，我们就单单讲箴言好了，它是明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老是说，因为我的父亲如何如何，所以我现在是可以被允许的。No， 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的生命，有真智慧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要活得不一样。唯有箴言，唯有上帝的智慧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唯有敬虔的心，可以让我们在时代的风雨当中屹立不摇。天色不会长蓝啊，大地也会改变，唯有主的话语怎么样？唯有主的话语永远长存，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世世代代都不可取代的传家之宝。我们起立唱这首诗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随主的心意，而不是跟随自己的心意。如果我们父母亲的心意跟我们天父上帝的心意不同，那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去跟父母沟通，也帮助我们可以在主面前立定心志，说主啊，我们就是要走你的路，我们就是要走你所为我们铺平的那一条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座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生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
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是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来自于世世历世历代的咒诅，可能是因为我们父亲的软弱，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父亲在这个信仰上他有所偏颇，以至于我们从我们的父亲父执辈，从这个世界我们沾染了许许多多负担和重担。我们也常常在这个信仰里面，在我们的主上帝的面前哭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该如何，我们不知道到底该选择哪一条路，是父亲的道路还是天父上帝的道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摆脱父亲过去那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教导。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也在不断的对自己心里大喊说，主啊，来自于父亲那些又合神心意的教导，但是我知道，但是我却无法持守。不论是与不是，不论对与错，不论要向左向右，我们常常在主上帝的面前我们挣扎。主，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的未来该何去何往？今天天父上帝对我们说，孩子不要怕，只要信，跟着我的道路，跟着我的道路，我必赏赐给你们有智慧。我们继续来唱这首诗歌，放下自己，来到主的座前，让圣灵平静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座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感谢主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灵可以安静在他的面前。天父你同在，使我灵安息，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听进你声音。耶稣来亲自带领我生命，每个决定，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把我自己全人交给你，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
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跟随你心意我愿意。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常常在我们彷徨失措的时候安静我们的心，稳定我们的灵。谢谢你在我们痛悔失丧的时候，主啊，你擦去我们的眼泪。主啊，主，我们有许许多多来自于父亲的爱，也有许许多多来自于父亲的许许多多的迷惘。求主你赐下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智慧才是真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应天父上帝的爱，也回应我们父亲的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感动，帮助你们时时持守天父的智慧，用敬畏上帝的心来服侍他，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带着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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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